大家平安。愿国外的主，伊的平安，甲伊的快乐，伫原点伫咱的中间。今仔是咱国外节的第二主日，我相信咱无失去国外的主伫咱的中间迄种的快乐、能力、精神。阮这个兄弟伫国外节了后，迄个主日到一间教会，伫遐参加主日礼拜，参加了后，迄牧师伫遐讲欢迎你来甲即间教会来参加礼拜。这个兄弟甲牧师讲，我后礼拜就过来啊，请你毋通搁甲我联络。牧师伫遐甲伊讲，啥物原因？伊讲我逐年的国外节会过两礼拜，我拢会去无共款的教会。我是安怎国外节了后会去无共款的教会时，我要去迄个教会看讲，国外的耶稣基督了后，国外节了后，即间教会兄弟姊妹会当对面看出讲，真正是主耶稣国外是毋是？兄弟姊妹，愿咱伫国外节以后日子，每一个主日，咱拢伫咱的表情、伫咱的行为、伫咱的讲话行道顶面，拢互人看出耶稣基督迄个国外真正踮伫咱的中间。国外主伫国外了后讲一句真互人感觉真正确详实嘛，互咱感觉值得咱思考的一句话。这句话是对伊的邀期的学生讲的一句话，安尼讲：讲无你做毋信的，就做信；无你做毋信的，就做信。这是咱今仔日所读的经节的27节内面其中的一句。邀期敢有啥毋好？伫科学的顶面，邀期是真侪科学伫研究改进的过程中间，邀期是一种科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的态度。咱感觉安尼，即个科技无好，咱搁家己改善就较好。邀期毋是无好的事，但是邀期伫耶稣基督的信仰，邀期伫耶稣基督的信仰的顶面，迄是一个危机，相是会互你失落真侪祝福。毋是所有的邀期拢无好，总是圣经甲咱讲，伫耶稣基督的信仰内面，迄个邀期，你会失去真侪祝福，常是互你的信仰陷落伫一种的危机内底。所以雅各书的第1章第6节安尼讲，讲独独着用信来求，拢无邀期，因为邀期的人，譬如亲像海涌，互风拍来起落。伫咱的信仰中间，迄个邀期会亲像海涌，风安怎吹，迄个海涌就安怎流；风安怎拍，迄个海涌就安怎起，就安怎落。所以海涌是看风，看风安怎咧家影响。邀期的人，伊的信仰就是安尼生。咱的周围有真侪代志，会互咱的信仰亲像风涌，摇来摇去，无定着，家己会乱做，无注意伫即个事项的顶面。这是咱的主耶稣伫遮要强调的，无你做毋信的，就做信。咱的中文的圣经讲，毋通邀期啊，只着信；毋通邀期，只着信。邀期的另外一面就是信心，信心互人有一种的真稳定的快乐。咱做代志有信心的时阵，你会感觉我做即件代志，我有一种的快乐。我知影讲，我安尼行一步一步，真有稳当。然后我做即件代志是一个真坚决咧做即件事。邀期的人甲信心的人是完全无共款。咱看伊的骹步，咱看伊的价值观是完全无共。咱古书的1章咧讲起讲，迄个邀期人伊的信仰、伊的决定，亲像海涌共款，总是有信心的人，伊会当亲像徛伫石盘顶，真稳当，无惊吓。因早起咱所看的这段圣经，要甲咱做阵。在个信息中间，咱来思考耶稣是安怎咧甲咱讲遮个话。是甲迄个邀期学生讲，嘛甲咱今仔日每一个人讲。透过这段圣经，咱要伫遮将咱的信心伫遐做盘烂，伫遐做清算，伫遐做精简，伫遐做改变，伫遐做调整。伫海涌的顶面，咱要山到伫石盘顶面。就是耶稣咧讲，这段信息中间，互咱的一种上介大的福音，搬过对会震动、袂稳定的所在，要搬到一个坚定的所在。探讨今仔日咱这个问题，国外的主伫咱的中间的时阵，咱要三甲想两项代志。第一项代志就是，国外的主伊所做，
国外主伊所做。耶稣基督伫咱顶礼拜，搁顶礼拜4月7日，搁偌一个迄个12礼拜，迄个中间咱去思考耶稣基督是一个赢过死亡、赢过苦难、赢过撒旦权势的一个主，国外主。互咱会当知影伊是一个有权柄，伊救赎的功劳已经完成啊。定十字架了，迄个救赎功劳都已经完成了。完成这个救赎功劳的主耶稣基督，爱过来要做啥物代志？伊应该就爱转去到别迄个所在，敢是？这是咱的圣经，互咱会知影清楚，伊的工作的阶段是安尼生。地面上拯救的工作结束了，伊就爱将这人完全做一段路，然后到伫上帝，上天到伫上帝遐。总是咱看见讲国外主，伫即件事的顶面，伊无马上离开世界，伊还阁伫即个世间，伫遐做一寡代志，做啥物代志？就是今仔咱所圣经记载发生的一段事，伊来到伫即个世间，伊还阁咧关心一寡事，无停留伫上帝迄个所在，伊伫人的中间，超做伊遮的交期的遮学生，行行的遮学生，咱早起所读的圣经一开始的时阵，你有看见咱的圣经开始安尼讲，19节讲，迄日就是7日的第一日，已经暗，学生因为惊，学生因为惊犹太人。就伫伊所住的所在关门，是安怎个关门？恁组织敢是真好吗？咱今仔住的敢就爱关门锁门？免。圣经是安怎记载讲，这学生因伫楼顶，因组织，因惊，然后因关门。圣经有记载因2摆组织的时阵，逐摆聚会因拢关门，锁甲条条。惊，然后伫遐关门。这学生除了有惊吓、有交期、无确实以外，伫因的中间，因望一个物件当保护因。关门上好，关门会当保护因。总是咱看见，一个国外主。伊原来到伫因兜，来到伫因的中间，来到伫因聚会所在，来到伫迄个团契，即个10几个人咧组织的所在，这是一个团契，耶稣的团契。耶稣来到伫因的中间，迄个门，不管是用茶做的，还是用铁做的，什么的在即日所做的门，拢会当阻挡耶稣。嘛袂当拒绝耶稣伫外面。圣经里描写2解，圣经讲门关起来了，耶稣已经伫因的中间，来到伫因的中间，甲因讲愿恁平安，愿恁平安。我想当时遐学生的中间有人可能会真正，毋是惊犹太人，叫耶稣甲因讲愿恁平安，惊着门关起来锁起来，咱咧主哪会徛伫咱的中间啊？学生有一个真矛盾的心，你想看咩啊？门已经锁已经关啊，一个主会当来到伫伊的中间，心这个主是一个，毋是过去受定迄个主啊，是一个国外的主，伊是有灵体，灵体有灵的体的时阵，是无一项物件会当甲伊束缚，会当甲伊拒绝，会当甲伊隔断，因甲学生的中间，所有的门，咱的主拢会当，国外的主拢会当自由伫遐出现。学生主来到伫因的中间，甲因讲话了后，主甲因讲，恁着来看我的手，甲我的协议。互学生搁一摆确认，这是咱的老师。哦，毋对，这是国外的主来到伫咱的中间。所以圣经伫内面记载讲，学生看见主就欢喜，学生看见主就欢喜，因为因会当确信这件代志。这就是阮的老师啦，这就是咱的老师啦。这就是咱的主。然后耶稣搁一摆甲因讲，愿恁平安。耶稣拢总讲3摆，愿恁平安。但是伫即摆中间，甲因讲2摆，了后甲因讲，我要找欠恁，亲像爸找欠我共款，我要找欠恁。伫即摆的过程内面，咱看见，当主耶稣伫即个所在
出现的时阵，就表示是耶稣咧关心，伫即个世间还佫有真侪骄傲的这学生，主耶稣要来到伫因的中间来帮助因解决即个骄傲，互因会当确信，因所分的主就是一个较早迄个主，总是即个国外的主已经无共款，伊的体制已经改变，是一个人体。所以过去因所传的，过去因所见证的，是无毋对。所以学生因有安尼的关系，佫即摆得到真大的迄个信心，总是迄摆，伫迄摆聚会中间，减一个人，减一个学生，无够，即个人缺席，即个人伫咱的圣经今仔日中讲，即个人名叫啥？多马，即个人叫多马，伊无来，伊无来。所有学生拢到位啊，大家拢伫迄个行行过程中间，得到主耶稣互伊一个确据。然后大家拢伫迄个所在欢喜，总是有一个人无够，就是多马。多马伫即个过程中间失去真侪祝福，有真侪妖异无清楚。遮会到的遮学生，耶稣伫甲伊讲话，甲伊证明了后，耶稣甲伊做一件代志，甲伊分开，讲愿你领受圣灵，领受圣灵。迄个时阵，多马无伫因的中间，死到一种福气，就是第一摆，遮个人三角自集，遮个温度三角自集的时阵，多马听见温度的声，多马听见有即个消息，知影有一个国外的主伫因的中间，总是做多马头壳内面有真侪妖异，袂当亲信。主伫第二摆中间临到伫因学生聚会中间，迄是过8日，咱的圣经讲过8天，差不多1礼拜时间，多马。感觉我嘛是爱搁甲我这个同工，我这个学生，我这个同学，我这个做阵的这个传统音的人，三甲做阵同工，做阵三甲组织。所以第一摆多马甲这个人三甲组织的时阵，主耶稣搁第一摆关门的中间来到伫因内面。迄摆多马甲亲自去主导耶稣。总是第一摆的时阵，遮其他学生已经知影基督的国话真正伫因的中间。耶稣针对即个妖异的学生多马，伫迄个所在，甲伊讲，剩你的砖头仔来看我的手，剩你的手探我的协的，无你做毋信的，就做信的。即句话是对头前迄句延伸落来，即个经在是安尼来。总是咱会看台语的圣经，安尼写即句话的时，你会感觉，剩你的砖头仔来看我的手。剩你的砖头仔来看我的手，这是咱台语汉字版的圣经，并不是圣经安尼甲咱写。现代台语的圣经已经有甲伊手啊修正，伸手是袂当看，对不对？伸手是要动的。咱的台语圣经讲，伸你的手来看。所以现代台语新版的台语安尼决定，讲伸砖头仔来遮探我的手，伸手来摸我的协议。啊，你看到？改一丝丝啊吼，若无注意的时，咱袂当去注意到这个台语圣经的新版的台语的圣经已经有安尼改变。伸手来摸来探，然后后壁迄句圣经共款，无得毋信就信。主耶稣无指责多马，多马究竟是耶稣学生。主耶稣伫迄个所在，伫遐甲若要互多马看见一个证据，这个证据就是。你会当伸手来摸，我受定的时阵有定仔份，我国外遮物件，佫一个我的心上，你会当伸你的手来摸。然后耶稣的手，互多马伫迄个所在看。多马毋是一件偌大的罪，总是伫多马的迄个常识内底，咱每一个人拢有咱的常识的范围。哦，你的常识范围甲到你啥物程度，你对一项代志的信心就到啥物程度。伫多马的常识内面。多马无相信一件代志，就是有一个主耶稣，伊的主耶稣会国外这件事，伊无相信这个部分，一个国外的主会当伫伊的中间。多马常常一直甲主当作啥？当作是一个足伟大的教师，就是一个足伟大的老师。老师是讲话，所以这是一个人。多马嘛甲伊的老师耶稣当作是一个真伟大的先知。先知是领受上帝恩典、上帝话来传教，阮是人，
多嘛将耶稣当作是一个伟大的老师、伟大的先知、伟大的人，是一个真好的人，安尼尔。要叫伊信讲伊是一个国外主，伊有国外能力伫伊的身上。多嘛伫伊的头壳的迄个常识的范围内底，无一项，无一项。所以伊就真丢涂，伊就真骄傲。耶稣知影多嘛伊的软弱，来到伫伊的中间，伊遐甲伊讲：你来看，你来帮，来证明这件事。我怎么徛伫你的面前？弟兄姊妹，咱伫这个过程中间来看去，今仔日上帝，互咱有真大恩典。咱无当去到伫耶稣国外迄个现场，甲这学生做阵聚会，迄个场所，总是咱会当坐伫这个所在。你有感觉你比学生更较幸福个无？你有感觉你比这个当时的人更较互上帝祝福了无？因为咱无耶稣顶十字架，迄个现场看见耶稣顶十字架，迄个凄惨的状况，咱敢会当看圣经描写，国外的情景咱也无拄着，耶稣学生有拄着。总是咱今仔日愿坐伫即个所在来敬拜国外主，伫即个所在领受上帝互咱的迄个稳定甲平安，伊感觉这是一个足大的天。基督显然伫这学生的中间，有一个真要紧的启示点伫咱的内底。所有的门拢袂当阻止耶稣，所有的门无论啥物代志的，咱的耶稣拢会当自由出入。敢若一种的门，咱的主是伊爱你家己去做开甲关的动作，就是咱的心门，咱的心门。所以咱的圣经就甲咱讲，主耶稣徛伫你的心门外伫遐拍。耶稣不爱自由出入你的心门，耶稣会甲你，就是爱你家己开。敢若心门耶稣不会自由出入，你若欢喜，你家己开。你家己开就是表示你的意愿啊！主人，耶稣你是我的主人，我开门要请你入来。耶稣伫迄个时阵才免入去，除了心门以外，无有一个门会当阻止耶稣。咱姊妹，伫你摇移的过程中间，你咧追求信仰的过程中间，你敢有留意到即项事？耶稣来到伫咱的中间，就是伫约翰14章所讲，我用平安留伫互你，我伫互你，毋是亲像世间伫互人的款。耶稣咧讲迄个平安，伊要互人毋是世间人迄种平安，毋是锁伫个银行保险箱的迄种平安。毋是医生互你食这个药啊了，互你的平安。毋是伫迄个签契约书顶面，迄个契约签落去，迄个平安毋是。咱的主耶稣讲，我留伫互恁的平安，毋是亲像世间人互人的迄个款。所以，当咱的骄傲的心伫咱中间咧进行的时，咱的主意愿要找到咱，关心咱。毋望咱当开咱家己的心门，然后要将真正平安藏伫咱的内底。这是耶稣伫国外了要做的代志。一直到一阵，主耶稣嘛咧做这件代志。第二项，咱要看温度咧做啥物？耶稣有做代志，温度有做啥物？其实咱要讲学生有真侪骄傲的事，耶稣已经替因除掉，敢毋是？那这学生佫有做啥物代志？学生哦，那严格来讲，起来因做啥物代志？就是因有智慧嘛，对不对？伊甲人智慧，惊一惊，伊完门关起来，赶快继续智慧。所以因有做这件事，伊楼顶的所在伊伫遐有自信。但是姊妹，你有感觉？如果这个学生心内有真侪骄疑，毋敢问，真侪疑问，毋知要安怎？这学生啊，四散去倒位啊，四界去的时阵，迄是真危险的。是安怎讲？这学生心中存着骄疑，然后四散分散伫无共款的所在，四界去的时阵，迄是一种危险。因为你若是讲一个学生，因心中有骄疑无信的时，去到一个新的所在，甲遐人讲，我无相信耶稣国外的，伊根本我就无拄着耶稣啊，哪有可能耶稣死过来国外这个代志？这个人伫迄个所在讲这样代志，迄个无信骄疑的学生，佫行去另外一个所在，去到台北的时候讲这个代志，迄个行到高雄讲这个代志，迄个行到屏东讲这个代志，
所以这四线遥期的学生若分散伫每一个所在的时阵，你会当相信，逐个人通过耶稣学生讲话对啊，这学生讲的对啊，这拢较早缀耶稣的呢。伊讲耶稣无够啊，嘛有道理啊，因为伊拢背对耶稣久，足了解耶稣，所以伊感觉耶稣基督无够啊，这是有可能的。尤其搁四线这学生，伊若四界去的时阵，会带来今仔日咱的信仰重新写，咱的圣经可能无来写。总是咱看见这学生三较组织，会惊，有一工摇去，总是因搁组织，伫楼顶的所在，会恁组织，你想因组织创啥？组织毋是伫遐拍麻将，啉咖啡毋是。这学生三较组织的时阵，一定有祈祷。因无了解，因因摇去，所以一定有祈祷。一定有读经典，大家伫迄个所在互相伫遐来鼓励探究。咱看这学生三较组织，就伫迄个所在来得到帮助。因为安尼伊三较组织，耶稣基督就来到伊的中间。第一摆多马无伫伊中间，过8日，我想这8天的中间对多马来讲嘛是真歹过日子。因其他的遮个白白是学生，拢已经三较组织啊。多马有真侪想法。甲大家无共，所以伫遐一直囥伫头壳中间翻转。到第8日了，伊嘛感觉啊，阮遮其他的遮耶稣学生同伴做阵组织，我嘛甲因做阵伫迄个所在组织。兄弟姊妹，我相信到今仔日为止，你来信耶稣，你的心中伊嘛阁有疑问，你的心中嘛阁有疑问，伫圣经的中间嘛阁有疑问，阁有疑问。透过这段圣经在，透过这个事实，咱互咱做一个提醒。你心中有交期，你嘛爱来三甲组织，你嘛爱来到教会敬拜上帝。因为有一天，主会替咱解答迄种的疑问。三甲组织，三甲祈祷，三甲敬拜，三甲看圣经，然后上帝透咱迄个为你了解这个事实伫咱的中间。咱毋当亲像多马。单独离开，因为感觉伊有疑问，伊就单独离开去啊，真可惜。若毋是第二摆伫遐组织的时阵，伫遐聚会的时阵，耶稣伫迄个所在甲伊讲：你来摸，我要诚做一个证据。咱看见多马，有可能伫信仰的顶面失落真大，伊失落上介大的福气。所以透过安尼，咱伫即个事项的顶面，互咱知影讲，咱的主。关心咱到这个程度，无因为咱所拄着的问题，咱伫迄个所在质疑咱的主。有时阵咱会感觉讲，我的病拢还袂好，到底我的主，你有伫我的中间无？你敢有甲我三角同工？我的问题遮尔大，我的主你拢无替我解决，到底你踮伫我的中间了无？我的事业拢无发展。到底国外主，你敢有体贴我这种困境？咱有这种的疑问，总是伫多马是就要来提醒咱，你有偌大的疑问甲焦虑，咱疑问搁倒来到伫上帝面前，甲这个当时兄弟姊妹三甲组织，咱毋免怪问，总是咱会当伫迄个所在彼此透过信仰，来伫迄个所在追求。有一天，主会替咱解决咱的心中所有的这疑问。咱毋通将疑问、谣言当做一个铁佗物啊！有真济人是将谣言当做铁佗物啊。伫印度有一个人，伊有一个机会捡到一只细只虎，伊讲饲只虎，敢若咧饲细只狗仔共款，足古锥，细只虎足贵古锥的。啊，感觉即只虎耍。有一天，甲一只虎饲甲足同济，你嘛甲一只虎来耍，伊袂记你讲虎会当饲，可是虎迄种野兽的本性是袂因为甲饲，所以就改变。所以一摆甲伊佚佗的过程中间，迄只虎怎野兽的性质怎走出来，怎甲伊夹伤，甚至甲夹死。咱姊妹，我有可能伫现代一个世纪的科技的时代。咱会将谣言当做一个铁佗物啊，亲像一只虎共款，咱甲伊铁佗，咱甲伊耍。有即个物件，甲宗教信仰有关的物件，咱真爱用谣言即个物件放伫迄个内底，伫迄
遐扒完，伫迄个所在争辩，当然这就是我的上届大人生的兴趣，甲志向，这是一个佚佗。有一天会亲像迄个人去互好教死，咱有可能伫咱的信仰中间，啊，常常甲这个妖异做阵佚佗到一个程度时，咱会去互这个妖异甲咱吞食，伊会失落真侪福气，咱毋知。所以主耶稣伫今仔日圣经站最后，甲这个对话中间讲：你因为看见我才信，遐个无看见来信的有福气；遐个无看见，无看见我，无这证据伫你的面前，才会你来信，你有福气，你有福气。第三部分咱要讲迄个妖异的信徒、妖异的门徒、妖异的学生所做。是耶稣有做代志，遮个学生有做代志，总是妖异的多马有做什么代志？当主甲显现了，后来伊有做一件代志，伊伫迄个所在，照咱圣经讲我的主啊，我的上帝啊，伊用安尼来回应主耶稣，看了，甲主耶稣当头对面了，伊也讲我的主啊，我的上帝，我的主啊，我的上帝，敢若讲安尼尔。后来多马，伊就用反悔心去传告我的主，伊就做这件事，因为伊亲身去拄着主。一句话诚做多马一个真坦白的一个宣告：我的主啊，我的上帝。咱若中文咧讲我的主的时，你无感觉啥物感动？吼、我的主，你可能会想到我的主耶稣，主就是主耶稣，我的主耶稣。中文是安尼讲，但是原底圣经 My Lord， 迄是无共款。My Lord， 我的主。你是我的主人，你就是我的掌管者，你就是创造者，你就是这个世间的整个把持者，你就是神。迄个意思是安尼说，敢若今仔日中文讲迄个主吼，无共款。我今仔日头恁喏，一个遮嘛无感觉到，总是原底迄个 My Lord， 迄个意思是安尼说。所以当多马安尼讲我的主啊，我的上帝啊，哦，迄是足大的感触，迄是足大的感触，因为耶稣徛伫伊的面前。甲伊对话，显出证据，互伊看了。多马感觉哎，足不配，真正做学生足不配。所以后来多马去传福音的顶面，就是讲起伊告我的主，告我的主。伫多马的这个信念的中间，互咱看起讲，伊伫伊的话内底承认几项代志。第一项，耶稣基督是一个告我的主，伊咧讲我的主啊，伊承认。耶稣基督是告我的主。第二项，多马承认耶稣是上帝，是迄个自早已经备办，要有一个独生囝来到地面上，迄个上帝的囝，迄个上帝的囝。第三，多马比较承认的是，徛伫伊头前这个老师，就是家己威严将你宇宙的这个主宰，将你宇宙的主宰。最后一项，多马伫这个所在所要表达，是耶稣为伊爱人，来献身伫伊的顶面的时阵，三心两意，三心两意，亲像多马同款，三心两意。耶稣基督来到伫咱的中间是做你我的主，做你我的上帝。互咱通过安尼，搁一届伫过偌济了后，第二主日。咱咧思考迄个国外主伫咱的中间时，你是毋是失去动力？通常国外节是敢若国外伊节你讲，大家伫遐分安乐，欢喜12礼拜。国外节第2礼拜了，大家拢开始退休啊，慢慢退休，迄个国外主的迄种休就退掉。如果等到明年的国外节先走，哇，国外主伫咱的中间了就佫无去啊。多嘛老咱的。是一种的启示。圣经讲，这个人老咱是啥物款的启示？第一个启示就是甲咱讲，无需要证据。伫主耶稣基督的身上，你无一定需要证据，总是你有爱相信。这是咱上摆大福气。第二项，受到上帝恩典甲慈爱感动的时阵，咱就需要相信。迄个时阵，咱就需要相信。第三个部分，听见敬虔的见证。敬虔的人所做的见证，咱就应该相信。
亲像这学生，等于搁一摆去拄着主了，因出去做迄个见证，多嘛，因为安尼爱相信。咱姊妹，你若听见有人做敬虔的见证，你着相信，你着相信。最后一项，当迄个辱华甲是非的心，伫咱的内心做阵咧，甲咱讲，咱来见证这个耶稣基督的时阵，迄个时阵你着爱相信。亲像罗马书的第2章15节所甲咱提醒。过活的主，伫伊过活了后，发生真侪代志，总是咱透过其他日，伫学生的中间，伫罗马的中间所做的这事，互咱看见。过活的主，其他日伊原要踮伫咱的中间，有时阵伊会指责咱，有时阵伊会纠正咱，互咱会当伫这个过程中间，无用真硬的心，伫遐来面对咱的主。互咱更加知影讲。通过安尼的时阵，咱的灵是会当调整，过活主调整咱的心灵，会当更较有弹性，去面对上帝，然后培养更较敏感的心伫上帝面前，常常有一个敬虔甲感恩的心。箴言28章的14节讲，常常尊敬伊的福气，念伊的心的人，伊要学落伫伊的知业；念伊的心的人，伊要学落伫伊的知业。过活主拄着多马，提醒咱，被动的心有福气，总是主动的心，主动的心，比这个心更加大，更加有福气。愿咱伫过活主，伫咱中间每一个日子的过程中间，亲身经验着迄个过活的连结，甲咱三角同在，同心嘛，同来祈祷。全能的天父，阮的上帝，阮要感谢你，为了阮人类。你来陪伴着，是上界大的福气，上大的祝福伫阮的中间，就是过活的主。因为阮知阮人类的同罪过甲需要，若无过活的主来扶持、来帮助、来赦免甲怜悯的时阵，阮拢袂当做事。主透过过活的主伫阮的中间，互阮得到上界大的福气，相时嘛成做一个平安的来源。主你的能力。用安尼来医治阮内心的创伤，每一天，阮拢要成做一个过活的日子。一个过活带来互阮的一种重新出发，上帝迄个创造观念，搁一摆伫迄个内面来产生。用主耶稣基督恩典，互阮一旦每一天过着一个感谢上帝你的引带迄种事件，为着主你的作为，互阮更较相信，我靠主来行阮每一个人生的脚步。感谢你的恩典，愿你过活伫迄个精神，过活迄个动力，常点伫阮的心内，常点伫阮的家庭，常点伫阮的团体，常点伫阮的教会中间。献上感谢祈祷，拢是靠过活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。阿门。